这届呢，因为不满这台电处理兴达电厂的这态度，民间自救委会呢是特别来到电厂的门卡口来抗议，要求厂长也有施工的处长呢，都要落台来负责。另外，居民嘛来这支台电呢发生爆炸，拢无紧通知，这手机啊简讯的警报系统应该都要好好检讨。 因的警讯啥拢伫，因的朋友听到，阮遮住户拢无听到。住伫电厂边的居民一讲到这摆爆炸，拢是气噗噗。乌拿豆自救会因为不满台电的事故说明甲处理态度伤过凊彩，甚至甲打拢也未打卡到去社区安搭居民。早起自救会带领10多位乡亲来到兴达电厂抗议陈情，因提出4点诉求，除了要求台电要建立安全的通报机制以外，包括厂长、施工处的主管嘛要落台负责。兴达电厂的厂长爱甲即个爆炸，下台啊，负责啦因为伊施工处未交电厂伊就爆炸，所以施工处责任爱甲大家济。因有前线沿着塘仔出站，隔壁的遮就要等帮忙，等好水吗？ 台电施工处副处长出面接下陈情时，自救会要求台电要亲身来到里内开说明会，互居民安心。这部分台电表示，说明会部分会甲中官建议，后礼拜会先用书面的方式来回应，而针对居民要求的安全通报问题。台电表示，因为用手机发警告信息，还有技术上的困难要克服，需要专家甲时间来规划。初步会先用通讯软体来做，将灾害通知应变说明拢做好势。阮希望阮做到安怎呢？做到安怎就是咱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可以第一时间通知；事后第一时间，我们把我们的应变答案民众做说明。针对做了无够无好的所在，台电是再次甲电分会失礼。台电强调，天然气的警报通知是用距离来估算的，甲核电较无相像。若要用手机发警报通知，标准要安怎抓，爱正认真，请大家各互因一寡时间。记者柯家如柯兆勇、高永昌报道。